品格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因為如果一個人無論佢幾咁聰明，但係如果冇良好嘅品格咧，可能佢嘅人生咧就會被破壞，亦都會對呢個社會咧造成好多損害。我俾個例子大家，我讀大學嗰陣時有個同學係醫學生嚟嘅，一個好出色嘅醫生，畢咗業後自己創立咗佢自己嘅事業醫務館，但係咧佢竟然就去賣丸仔，結果咧身敗名裂，坐監，仲對好多年青人可能作出好多傷害添。喺所有嘅品格素質裏邊咧，我自己覺得誠信同埋呢一個謙卑咧係最重要。做人咧一定要誠實有信用，如果唔係講咗啲嘢都冇人信啦。咁加上咧做人咧嗰個態度咧一定要係謙虛啦，同埋咧係要覺得自己咧係卑微嘅，咁樣咧喺個處世嗰度咧係會得到個所謂人和。所以我覺得呢兩個素質咧係最重要嘅。其實感恩咧就係一個謙卑嘅表現嚟嘅。因為如果你一個人係謙卑嘅咧，你就知道好多嘢唔係你自己個力量可以做得到，而係有啲無形嘅力量，或者有啲貴人幫到你，你先至可以達至成功嘅。甚至我哋嘅健康啦，無論我同你點樣做運動，點樣去注意飲食，可能突然間你都會上到天堂。咁好似有個人話齋，佢話每日鬧醒你嗰個唔係個鬧鐘，其實係有啲無形力量叫醒你嘅。咁另外咧就係講到呢一個事業啦，好多時咧無論你幾叻都好，如果你冇所謂天時地利人和，你都未必會成功到嘅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每逢一件事咧都應該感恩，因為你自己嘅力量係有限。喺我嘅人生裏邊咧，我相信我最要感恩嘅人咧就係我舅父，因為我自細屋企就好窮，如果唔係有我舅父嘅財政上嘅支持同埋愛護咧，我相信我會坐喺呢度。因為我仲好記得我讀中一嗰陣時咧，連16蚊嘅學費都冇錢交。咁如果我接受唔到教育，上唔到大學，根本就冇上游嘅機會。所以咧，我真係好感恩上天賜一個咁好嘅舅父俾我。請支持9月22號嘅香港品格日。